来看有一个第二届来喂着病毒的民众，伫个面册来写出着伊的怨册。伊讲伊5月初9来确诊，恢复健康1个月后，佫开始出现着症状，而且比第一届佫较严重，去做 PCR 是阳性确诊。医生讲伊是第二届感染，爱来隔离，但是伊打电话予1922，打电话予地方的卫生局，拢无结果，予伊是真气恼。指挥中心开会讨论，嘛来确定着2度感染的标准，讲伫3个月内，各快筛阳性者，若是同一种的病毒株，就是复发；若是喂着其他的病毒株，这才是2度感染。新冠确诊，哭扫袂停，真无简单。挡过1天隔离，然后较好利率，结果过1个月，佮不幸倒着第2摆。一个小姐5月初9确诊，完成隔离含治疗，想到6月13号，因为人无爽快挂急诊 ，PCR 采检佫是阳性 ，CT 值增加9月13，医师判定是第2摆确诊会有隔离书，毋过伊无法度写自主回报系统，卡1922含地方卫生局，煞无人会当甲伊斗3工。这一次非常非常严重，我前3天都是在高烧的状态，然后全身酸痛到没有办法动，没有办法躺，拨通挂掉，拨通挂掉，然后这个单位拨通好，等一下换一个单位拨通挂掉。到底敢是第2摆感染？指挥中心16号下晡召开专家会议讨论。指挥中心专家小组召集人张尚顺讲，专家初步共识3个月内有镜头，除非会当证明是无共的病毒，若无敢会当算佫压起来，毋是第2摆感染。最好是能够做2次感染的病毒基因序列检查，得到第1次感染以后，如果经过差不多4到8个礼拜以后，再重复出现快筛阳性、PCR 阳性的现象，而且有症状的时候，可以考虑它大概是2度感染。因为就是说专家们的意见，我都有道理啦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会诊出一个，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文字版本，在那个最终文字版本没有出来前，还是要以我们最后公布的版本为准。敢是第2摆感染，还阁等一段时间。毋过医生嘛是提醒，毋管是第2摆感染，或者是阁夹起来，若是快筛阳性，就一定有病毒，所以嘛是建议自主隔离。尤其新冠感染，平均1礼拜后会发生重症。有些新冠的重症，即使在1个礼拜之内，它症状改善以后，它在7天左右又突然又变严重起来，包括有的会产生复发的现象。拄着新冠病毒的观察期，上少要前7天，民众莫叫是因为症头无介严重，所以就无咧注意染病危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